大家好，歡迎睇《人民往事》，重溫香港舊事回憶。如果我問你，金庸筆下哪一個女主角最讓人驚豔？連金庸本人都說願意為了她修改小說結局，你腦海中一定會浮現周海媚的名字。她在《倚天屠龍記》裏飾演的周芷若，眉心一點追紗，眼神清澈，卻又帶着一絲決絕，時而溫柔入骨，時而狠辣決絕，被全亞洲影迷公認為無法超越的最美周芷若。然而，這位在90年代紅透半邊天，連續3年被評為香港最受歡迎女演員的頂級女神，她現實人生的後半場卻過得無比神秘，甚至讓無數人感到費解。在港劇最輝煌、她事業最巔峰的時候，周海媚突然做了一個震驚香港演藝圈的決定，她放棄了在香港的所有巨星光環，一個人提着行李，決然北上隱居北京。在接下來的20年裏，身邊追求者無數的她，竟然頂着世俗的巨大壓力，堅持不婚不育。她一個人住在北京順義的千坪大別墅裏，陪伴她的只有幾隻寵物狗，過住與世無爭、近乎與娛樂圈隔離的生活。直到2023年12月，她在家中突然離世，全網才驚覺這位女神走得如此孤獨。當時很多人不明白，為什麼一個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絕代佳人，會選擇一條如此孤獨的人生道路？為什麼她結過婚卻不敢再嫁，甚至連孩子都不願意生？其實大家都以為她是為了愛情受傷，或者是看破紅塵，但真相是，在周海媚那張驚豔了時代的絕美面孔背後，隱藏了一個她用大半生去隱瞞，甚至差點隨時奪走她生命的終極秘密。就是這個秘密改寫了她一生的命運，也決定了她最終的孤獨結局。今日我哋就嚟拆解周海媚這段風華絕代，卻又帶着一絲淒涼的傳奇人生。1985年，19歲的周海媚頂着一頭蓬鬆的捲髮去參加香港小姐選美。雖然因為性格太過男孩子氣，在台上蹦蹦跳跳而落選，但她那雙水汪汪的大眼睛和獨特的清純氣質，一眼就被無線電視相中，正式簽約出道。命運對她是眷顧的。短短幾年內，她憑在《流氓大亨》、《義不容情》等爆款劇集迅速爆紅，成為 TVB 當家花旦。就在事業如日中天，全香港男人都為她瘋狂的時候，一個大她10歲的男人走進了她的世界。他就是憑上海灘經歷一個紅遍大江南北的呂良偉。那時的周海媚才21歲，情竇初開，面對呂良偉成熟男人的體貼與追求，她很快就陷了進去。1988年，兩人趁着去美國拉斯維加斯度假的機會，在一時衝動之下秘密登記結婚。年輕的周海媚以為自己嫁給了愛情，但現實的婚姻生活卻給了她一記響亮的耳光。婚後，呂良偉希望周海媚能退出演藝圈，留在家裏照顧體弱多病的父親，當一個傳統的賢妻良母。但當時的周海媚正是事業的黃金期，她習慣了拍戲熬夜，生活作息顛倒，更不願意為了家庭放棄自己熱愛的演藝事業。矛盾很快爆發，兩個同樣性格倔強的人天天爭吵。這段婚姻僅僅維持了5個月，就走向了有名無實的破裂。更荒誕的是，直到幾年後，兩人各自準備再婚時，去辦理離婚手續，才發現當年他們在美國的秘密結婚，因為漏辦了某個法律程序，在法律上根本是無效的。也就是說，這場轟動全港的婚姻，到頭來只是一場誤會。這段短暫而窒息的圍城經歷，讓年紀輕輕的周海媚對婚姻產生了極大的恐懼，也成了她後來堅持不婚的重要導火線。離開呂良偉之後，周海媚將所有心思擺喺事業度。1994年，憑着《倚天屠龍記》紅遍兩岸三地。當時好多人都以為呢位美貌與實力兼備嘅女神將會創造屬於佢嘅大時代，但就在1998年，當佢事業最如日中天，正準備拍攝亞視重頭劇《縱橫四海》嘅時候，命運卻對佢落咗最殘酷嘅判決。佢喺拍戲期間，身體突然出現大量神秘嘅紅斑，而且極度疲倦。醫生經過詳細檢查後，表情凝重地話俾佢聽，佢患上咗一種極難根治，甚至隨時會致命嘅免疫系統疾病——紅斑狼瘡症。呢個消息對周海媚嚟講，簡直係晴天霹靂，因為呢個病不僅折磨身體，最致命嘅係會影響皮膚同面容。對於一個靠樣養食嘅頂級女星嚟講，無異於斷送前程。為了保住工作同巨星嘅尊嚴，周海媚對外堅決否認患病，只宣稱自己係皮膚敏感。但因為呢個病，佢迫不得已要停工養病，錯失咗好多大好機會，甚至連縱橫四海嘅女主角戲份都要被編劇無奈寫死，提早下線。更殘酷嘅係，紅斑狼瘡症有一種極大嘅醫學風險，就是懷孕生子會極易引發病情惡化，甚至危及生命。醫生嚴重警告佢，如果生小朋友，隨時會命都冇。呢個冷冰冰嘅醫學真相，徹底擊碎咗佢對組織平凡家庭嘅幻想。好多人後來經常指責佢不婚不育係自私，係追求自由。但邊個會明白佢背後到底承載住幾多不為人知嘅眼淚同無奈？既然命運注定咗佢無辦法生兒育女，周海媚反而活得更加通透。2002年嘅冬天，佢嚟北京拍戲，咁啱遇上咗一場大雪，看着窗外漫天飛雪，一片銀裝素裹嘅美景，佢個心突然感受到一種喺香港從未有過嘅平靜同自由。就係因為呢一場雪，佢做咗一個等同於隱退嘅決定，賣掉香港嘅物業，隻身一人定居北京。當時好多人都不理解，覺得佢事業根基喺香港，去北京無異於自毀前程。
但邊個知道佢其實係想徹底遠離香港娛樂圈嘅狗仔隊，遠離那些天天追問佢病情同戀情嘅聚光燈，一個冇人認識佢嘅地方重新呼吸。喺北京，周海媚買咗一間位於順義區嘅千坪大別墅，身邊雖然冇老公冇仔女，但佢將生活過得活色生香。佢喺花園裏面親自種菜，種滿咗佢最中意嘅櫻桃樹同玫瑰花。佢仲收養咗好多隻流浪狗，將每隻狗狗都當成自己嘅仔女一樣悉心照顧。每當病情穩定嘅時候，佢就會出嚟拍拍戲。例如喺《武媚娘傳奇》裏面飾演楊淑妃，依然驚豔全場，證明自己從未被時代拋棄。外人看過嚟，覺得佢一個女人住咁大間屋，無依無靠，一定過得好孤獨、好凄涼。但周海媚喺接受訪問嘅時候，總係笑着話：我冇愛情一樣可以活得好好。如果一段關係要委屈自己，我寧願高傲地單身。佢用行動向所有人證明，女人的幸福從來都不需要靠一紙婚書或者生個仔嚟定義。可惜命運始終冇放過呢位溫柔嘅女神。2023年12月11日，周海媚因為紅斑狼瘡症引發嘅突發心臟病，喺北京嘅別墅裏面安詳離世，享年57歲。當消息傳出，成個華人演藝圈同無數影迷都陷入咗巨大嘅悲痛，好多人喊住話世間再無周芷若，佢只係跟隨住金庸先生去咗另一個沒有病痛嘅武俠世界。佢走得好突然，但當家人幫佢料理後事嘅時候，發現佢將別墅打理得井井有條，佢最愛嘅狗狗亦得到妥善嘅安置。佢用最優雅、最體面嘅方式，同呢個世界做咗最後嘅告別。回看周海媚嘅一生，佢雖然經歷過短暫而荒誕嘅婚姻，亦被病魔折磨咗大半生，但佢從來冇向命運低過頭。佢冇將自己活成一個悲劇嘅受害者，反而喺有限嘅歲月裏面，選擇咗最愛自己嘅方式去生活。無兒無女、不婚不育，喺世俗眼光裏面可能係一種缺陷，但對於周海媚嚟講，自由自在、不委屈、不妥協，先係佢對生命最極致嘅尊重。今天周海媚的故事就分享到這裏，看完整個故事，你最難忘佢邊一個經典角色？你又點樣睇佢不婚不育、高傲單身嘅人生選擇？歡迎喺下方評論區留言，分享你嘅諗法。喜歡我們分享的香港舊時回憶與傳奇人物故事嗎？記得幫忙點個讚、訂閱人民往事並開啟小鈴鐺。我們下期再見。